今日分享處理魷魚嘅方法。首先將對魷魚翼搣咗出嚟，順勢將表面嗰層衣搣埋佢，將魷魚鬚扯出嚟，將魷魚筒打直劏開佢，攞咗裡面嗰條骨同埋內臟出嚟，然後洗乾淨。至於魷魚鬚，因為佢唔係好大隻，所以我直接將眼同埋後面切咗出嚟，裡面有一隻牙㗎，只係保留返魷魚鬚嘅部分。魷魚筒洗乾淨之後，就幫佢戒花啦。記得要喺裡面戒喎，將把刀打斜，輕輕力咁樣戒幾下，盡量將佢戒密少少。戒好之後，將佢調一調方向，再戒多一次，將佢戒到一個個細方格咁樣。記得細細力，唔好切斷，而且一定要喺裡面切啊！如果喺外面戒咗會點呢？我試一隻俾你睇啊！我將處理好嘅魷魚放喺水裡面出水，啲魷魚筒好快就會攣埋㗎啦。呢一隻幾叻，就喺裡面戒花嘅。呢一隻反晒攣唔埋嘅，就係喺外面戒花㗎啦。大家下次知道應該點樣戒花啦。